爱会没生气。楚安，老你讲了几半天呢？你用白还还谈唔落去啊？你张问下厨艺不善呢，也还问上了锦绣三部，呀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母亲，跪下！我问你，你过去给团儿嘞，苦也不苦？苦，给呀下给你嘞，甜也不甜？甜，记得苦，也得甜，你就会谈用法。老嘅千岁之唔结情，也用法富贵，张年保全呐。爱用法富贵，涵盖人间真情。难好母亲，系你老嘅千岁之唔结情，就没人间真情啊！母亲，我老金发妹妹，怀高铁天，夫妻命分几天啊！唉，嘛个命分不命分，一婚姻还是本当要也爱前来做主啊！母亲，孩儿此生非金发唔妥，我讲是千岁之女，就是万岁也叫做。你让我住口！我穷此生，辛辛苦苦让你抚养长大，呀，就是你的养育之恩么？母亲，我是我母亲，我是不是我的母亲啊？母亲，你我真根本看不透，也看事情，我唔管你答应也唔答应，两门情事我已经答应了。你那是个违抗母令，我就冇人家就来诶！我感见，无爱做俩公子，也无爱老千岁之母生气。来人啊！夫人，老爱金兵内燕，遵命，太门松锁，一门手送枷锁，遵命，不准亚公子出太门一步。遵命。启禀夫人，有位名汉莫用嘅太守求见。莫用，佢讲佢係公子嘅義母啊！我家之意真非道假妹嘅，不顾母子情分，老爱严家。呀哈，佢都係请送门来了，不见，慢来。既然佢来了，不如就当面讲个明白，也好本佢赶做死了两条心。免得你后出个酒散。来呀，有一腿熊羊，遵命。
娘恩义。见过夫人，你就是叫爱保义的梅娘太守吗？请坐。啊，夫人，保准公子呢？保义记啊，去见王爷了。太守，你就请坐。啊，多谢。太守啊，我已龙南采山乡，多梦看顾永年长，小人不足心有愧，连累诉空无春光。地虽知恩不敢忘，早已经山风云凉。主人岂为图报上？你出力成千也应当。杨元了啊！不啊！你唔係來拿原諒嘅，佢有乜嘅事情啊？敢講公子嘅，唔是老你講起過嗎？講乜嘅啊？嫁嘅婚姻大事啊！哦，一婚姻太事哦。夫人，你家公子老阿嘅莫爺已經添了8年之後，佢敢是老夫人你講起呢？一講是有講過，唔過也門婚事，我不能答應。為嘛嘅？不講也罷了。夫人，我家保准，那是相夫公子。阿妹呢？我家老爺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嘅東朝宰相。阿丈夫呢？你只不過是一介寡婦，我是堂堂嘅一品宰相夫人。你只不過是琪琪也散嘅村夫。過來看，我要堂堂嘅相夫呢？你係嘅係乜嘅？係爛草嘛？講樣嚟講，我係講一個門當戶對呀。唔錯。夫人，2年前你到浪南嘅時節，保准四處流浪，我哋是冇嫌棄過佢呀。太傻啊！今非昔比咯。我呀，就實話對你講，我嘅旨意，一了7000歲王爺嘅子女，天下分用了，不久佢2人就會成親嘞。乜解？要300兩銀後就作為補償。300兩銀，夫人，你做唔得，哎呀，欺負我哋母女啊！今日到底為乜嘅？冇你講，我全部本你。好，愛你。老爺公子全到位，3對6年來拼拖理，當難事你以求愛來我意，愧對蒼天來表心意。愛
把家头，将人拿去呀！太送你，夫人，俺妹耶，法医极可怜呐！夫人，你命也给良心，你们是做阿妹的人，那是讲法医是人的亲生妹耶，你敢有心，俺要来伤害他吗？讲得好，讲得真好。你是母亲，我也是母亲，一天下母亲，虽不妄自生良，妄无生风。不过，你也做唔得单枪为你自家想啊，也要为人类设想啊。我意，今日是我圆通国爱。也恼怒了千岁凤爷，种下火箭，他的前上不就团送了吗？还有我家老爷蒙言受难，都已经将要出头的日的，那是为了两种婚姻之事，又在个数钱了。凤爷讲出下来，你讲人要样办呐？太傻，也下好，你都老诶，用有办法个诉苦诉难，你于心何忍呐？哎，你好，做官没有做官的难处啦。太傻，拜托你，高抬贵数啦哈，用个你一马好么？所以拜托你啦哈。夫人，你莫个讲诶，做唔得。我行爱讲，为到我家老爷，让我嘅自己也给钱上吼，我拜托你答应啦哈。冇听错，你好做唔了情噶，还做得做朋友啊？见过吼，你阿妹嘅家人。我一定好为佢好准备一顺利的风葬。太嫂啊，所以我求你啦，吼，我求你啦，夫人，太嫂，你那还不答应我亏死吼，我要冇去哄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我唔会讲，他们也去相互害门咯。转来嘞，阿妹，是一个人转来的。是一个人嘅。阿妹，佢哋都见到了吗？
见到咧。记得都好嘛？好，好。阿妹，母亲给你相夫妻，公婆相见亲不亲？亲。何有谈论此分离？花开后似对娘亲，对娘亲。公子有嘛解法？快本去嘛！母亲，你快讲，你快讲啊！记。亲有嘛解法，你就快讲吧，我都要急死嘞！阿妹，金花，阿妹那个，我想较开的喂，该有嘛该想唔开嘅？我答应，听阿妹嘅吧。唔去听话，阿妹快讲，快讲啊！金花，阿妹就照是老二讲的，公子恢复了后，夫人做主，已经老王爷千岁嘅妹爷，天下富裕，不要佢就在拜堂申请咯。阿妹迄个，我尊记变心了，记得没有记得嘅难处啊！阿妹答应嘞，答应呢？金爸，你要去哪位？我去记得孙子去，你都转来，我不准你去。阿妹。太难送经
就配弃了爱，你莫对五姨讲法。既然万大见记得，你娘办的事，我也去买啊！你还是我嘅阿妹嘛？你就地养来顺顺，自家辛苦，幸也替你求下辛苦，受了苦，受了欺负，万不准讲。不准恨，不准骂，不准去争，不准去拼。你为嘛甲爱叫爱？你为嘛甲爱叫爱？娘娘，是害了爱啊！阿妹，我怨你，我怨你，金爸，你那是？行爱嘅讲，你怎么恨我阿妹呢？阿妹，莫恨我，我偏爱恨阿妹，阿妹，阿妹。花儿，记得做马干，莫爱陪你，老保赚钱来生气。你弟冇，王夫人讲，保准衙门嘅本事。是放牙千岁的旨意，那还唔少，就会传送千场一地嘛，还会连累年迈的送亲。你讲阿妹啊，工作得唔答应嘛？宁愿是看着你心爱的你受苦受累嘛。你想吃看哪里？那是去海南相府，为老保存带了200个危害，你想过吗？就算保存，你讲就真了，你就敢有可能，我能来讲